爽膚水、神仙水有咩唔同？唔好以為佢哋係一樣啊！實際上佢哋嘅功能係有分別㗎。爽膚水同神仙水喺護膚品種類經常見到，佢哋嘅用途、成分、功效上都有唔同。係咪以為神仙水可以代替爽膚水用？其實佢哋兩個有區別㗎。爽膚水 Toner 係一種基礎護膚品，通常喺洗面後使用，作為護膚程序第一步，主要功能係第二次清潔，去除洗面後嘅殘留污垢，平衡翻肌膚嘅 pH 值以及水油平衡。所以爽膚水除咗普通一支支包裝，仲有一啱啱包裝嘅 Toner Pad， 同時可以打開肌膚吸收道，為肌膚後續護膚品吸收做好準備。所以都會因成分嘅技術製成唔同嘅濃度、滋潤度，而比較潔身、精華濃度高嘅爽膚水，稱之為精華爽膚水，就會建議用喺精華爽膚水步驟，直接拍上面。神仙水質地比爽膚水潔身，但輕盈快吸收，提供深層滋潤，針對多種肌膚問題，功效更全面。神仙水都有因應技術成分有唔同嘅滋潤度。爽膚水係基礎護膚品，側重清潔同補水，為後續護膚品打底。神仙水係高機能精華水，側重修護和改善膚質，功效更進階。爽膚水、神仙水到底應該點樣順序用？留言水分享佢哋順序俾你。覺得我嘅分享有用，記得俾個心我啊！我會繼續努力拍片分享正確精準護膚俾大家。識得精準護膚，產品效果可以加倍㗎。